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10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進老師啊。今天胡適是全天窄幅震盪，三大指數漲跌不一。截至收盤，沪指漲了 0.13%， 深成指漲了 0.02%， 創業板指數跌了 0.37%。整個的成交額2.1萬億，比昨天少了1500億，這個有點縮量縮到2萬億以下，就說明這個場內資金的熱情有所消退。今天是3128只股票是帶漲，2195只股票上漲跌多涨少昨天那個歡樂的氣氛，今天好像就差點事了有的人錢還沒捂熱就還回去了。這個市場行情變動非常快，都是輪動行情各領風騷一兩天。有網友說一買入商業航天衛星就都停發了，說一買入存儲也不缺貨了。他說一買入黃金白银史詩級暴跌了。一買入儲能，他說美國就不缺電了。一買入算力 AI 泡沫都要破裂了，英偉達談判都崩了。一買入白酒和消費好景不長說原來小散才是破壞大環境的人買什麼什麼跌買什麼什麼問題就解決了。散戶就有這種心理作用就感覺這個莊家是在盯着他操作就是盯着他口袋那點錢，你不買他天天漲，等到你下定決心去買的时候人家不漲了，甚至開始掉頭向下，你就忍，你越忍它越跌等到你受不了了，你要割肉它那邊漲了，你一割肉它就漲。當然這個主要是一種心態胡適類的這個雖然有做莊的有鐮刀，但不至於這麼精確盯着你每個小散的口袋。實際上這就是一種散戶的這個心理投射。臨近春節，持股還是持幣過節又成為投資者關注的焦點。反正每年都要討論一番，持股還是持幣過節相比往年，今年各大券商觀點出入一致，普遍認為持股過節或許是更好的選擇，堅定信心。持股過節，國泰海通策略團隊直言，國投證券也認為節後市場有望捲土再來。廣發策略強調，短期 A 股可能迎來一段天時地利人和的上漲機會，建議大家重拾信心，重整旗鼓，備戰馬年的第一波上漲週期。儘管共識明確，但多家券商也指出，市場表現仍可能受到多重風險的擾動，包括經濟復甦節奏不及預期、政策推進不及預期、地緣政治風險、海外降息節奏以及關稅政策不確定性等。實際上胡適要漲跟這也沒關係，胡適漲到現在指數牛市跟這有1毛錢關係嗎？它是被操控的，指數可以漲，個股就很難說了。這個證券日報發聲說外資機構密集調研 A 股科技賽道。進入2026年，外資機構調研 A 股熱情不減。萬德資訊數據顯示，截至2月9日，年內已有224家外資機構合計調研 A 股上市公司569次，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貝萊德、高盛、花旗等知名外資機構。此外，多家外資機構近日發布研報，看好中國股市，例如高盛維持中國股票高配評級，並預測中國指數如滬深300指數分別上漲 20% 與 12%。瑞銀表示對中國股票持具吸引力觀點，今年民盛中國指數盈利增速預期將由去年的 2.5% 大幅反彈至 13.6%， 主要由科技股帶動。總之外資機構到現在還是看好胡適。你說調研就569次，得花多少錢？不知道這些外資機構到底買了多少股不太清楚。說到調研有一只妖股叫協鑫集成，這股票反正是很那個邪性我記得10幾年前可能我也炒過，它名字已经改过好多回了。10幾年前我炒的时候，還那個券商還給我發短信提示這個股票風險高。這個妖股現在居然還在。據海報新聞，在光伏行業整體承壓、產業鏈價格持續下行的背景下，協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卻在二級市場掀起波瀾，短短12個交易日錄得6個漲停板，成為 A 股市場備受矚目的異動標的。這一輪股價飆升，與公司基本面形成鮮明的反差，也股價暴漲，實際上基本面是特別差。根據協鑫集成1月30日發布的2025年業績預告，公司預計全年歸屬上市公司股東是虧損9個億到13
13億之間啊，是虧損9個億還是13個億不知道，總之虧哪個都不少，虧損啊巨虧，遠遜於上年同期6829萬元的盈利水平，半年好歹還賺了6000多萬，今年巨虧8個億，你說這叫什麼上市公司啊？這叫小斗進大斗出啊，對吧？賺就賺個6000萬7000萬，賠就賠個8個億。然而資本市場的熱情似乎並未被基本面拖累所冷卻，2月9日協鑫集成再度漲停，反正这胡適不缺這些賭徒。不過就在市场情緒高漲之際，一份來自協鑫集成大股東的減持計劃迅速澆下一盆冷水。2月9日，協鑫集成披露，持股5.01%的股東深圳前海東方創業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擬在未來3個月內通過集中競價或大宗交易方式減持不超過5850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1.01%。這麼一減之後啊，它就只占協鑫集成的4%了。4%的股東以後減持好像就不用公告了嘛。值得注意的是，前海金控所持股份係通過協議轉讓方式獲得，並非 IPO 原始股，且公告強調此次減持不存在違反承諾的情形。你說啊，這股價暴漲，大股東跑了，怎麼樣？大股東沒了，哎，你們喜歡嗎？喜歡把股票全賣給你們？哎，這就是胡適啊，越虧股價越漲。所以在胡適談什麼價值投資，什麼拿這個養老錢去投資，哎，拿棺材本去投資，那不就是開玩笑嗎？啊，這個我們再說說啊，這個胡適啊，都是一些草台班子啊。按理來說啊，上市公司它治理是非常規範，財務規範，治理規範，是全國這種企業的一些典範，公開透明。但是啊，事實呢一再證明，上市公司啊不過是一些草台班子。為什麼這麼說啊？我們都是有媒體報道啊。首先是2月7日8時50分左右，山東招遠市殘莊金礦上莊礦段一芒樹井發生墜灌事故，造成7人死亡，善後處置正在進行中。墜灌事故太嚇人了，那種啊礦山那種樹井啊，哎，我還真做过，特別嚇人。就像我以前那個玩遊戲啊，那種打怪遊戲啊，然後在那黑乎乎洞裡就總是出來妖怪，你打不完的，对吧？你在洞口一會兒出來一個，一會兒出來一個，源源不斷，就感覺就像那種洞，知道吧？樹井就是直接往下，黑乎乎的，然後那個又不像電梯啊，是那種簡易的，人站在裡面啊，這個呼呼呼往下跑的時候，你感覺那個就是那個汗毛倒豎啊，它這個墜罐我不知道怎麼個墜法，是那個裝了金礦的罐掉下去，還是人就在那個裡面？總之啊，墜罐7人死亡，這個是上市公司。這個叫招金礦業啊，而且也是1000億市值啊，1000億市值，對不對？關鍵這個出事之前啊，屢次遭到罰款，叫不重視。這個上市公司啊，出現這種生產事故啊，這種災難最近非常多啊。大家還記得這個2025年7月23號，中金黃金內蒙古礦業，對吧？有6名還是幾名東北大學的學生去實習，對吧？那個選礦池上面啊，那草子上面掉到選礦池裡面去了，多慘呢！這還有印象嗎？一下啊，6條鮮活的這個生命，大學生啊實習，那是中金黃金，又是上市公司啊。就在前不久1月18號，包頭包鋼也是上市公司啊，包鋼的板材廠發生爆炸事故，當場造成10人死亡，84人受傷。這個爆炸的罐子啊，正好掉到2公里外的一個廢品收購站，那個罐子正好掉到收购站院子裡面，給人感覺還省了運費呢。如果是偶發事件，對吧？這個還沒什麼好說的。但是你想呀，短短的這麼點時間，都是上市公司，都出現這麼多人死亡啊，都不是說一個人受傷什麼的啊。你看看，少的7、8個人死亡，多的都是10個人死亡，幾十人受傷。這就是咱們上市公司的底色。有很多人他没有去過這種工厂、鋼鐵廠、礦，哎，恰恰這些地方我都去過。你要知道那地方多惡劣的環境，你很難相信這是個上市公司啊。所以我們很多人啊，一想到什麼上市公司，就想到這個窗明几淨的吧，生產線，然後大家都穿着白大褂在裡面，哎，坐在電腦前面敲，坐在控制室裡面，哎，這種公司有很少，大部分都是這種啊，傻大黑粗，高能耗、高污染。我不能說所有的上市公司都這樣，但是我們很多上市公司，哎，就這水平，就這個你天天想着它怎麼賺錢，不是做夢嗎？這還沒完啊！正好今天啊，我看到《經濟觀察報》，哎，它一篇報道叫“誰在走鋼絲 ？A 股保殼術全景透視”。A 股保殼是每年啊這個重頭戲啊，就很多上市公司它按照這個最新的這個退市規則啊，恐怕就
不行了，要退市了，那他就要保壳，他保上市主体啊，就一旦退市了，那就相当于这个长期饭票，给他没收了，那不就资本市场没得玩了吗？退市就退到3板去了啊，没有韭菜割了，跟韭菜无缘。所以说这个上市公司啊，那大股东啊，他就玩命的保上市主体，叫保壳。这个经济观察报报道啊，他说2026年1月27日至2月6日连續9個交易日跌停，成交急劇萎縮至不足500萬元，還有約1億元資金在跌停價格等待賣出。新 ST 金輪因退市預期，還陷入資金恐慌出逃的下跌漩渦之中。另一邊，新 ST 東金、新 ST 華融等公司各顯神通，通過突擊增收、併購重組、資產剝離乃至債務豁免，試圖跨越那條保殼紅線。新國九條規定，滬深兩市主板公司財務類退市的指標包括利潤總額、淨利潤、扣非淨利潤，三者孰低為負值，且收入不足3億元或者淨資產為負等。他那個新9條我不太清楚啊，沒仔細研究過啊，但是反正都差不多嘛，他給你一個紅線，你就照着來就完了。你過了這個紅線，你殼就保住了，沒過這個紅線，對不起，到時候你就退市了，去3板。所以這些上市公司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啊，各種手段都用啊。有的說我同學啊給我捐贈了1個億，這叫中國好同學嘛。有的上市公司就是缺錢呢，給他捐1個億，他資產就是正了，淨資產就為正了，完了之後他這個淨利潤也是正的，至少2個指標給他搞正了。至於扣非利潤，那再通過做賬想辦法跟哪個大客戶啊簽一個合同，做假賬。總之就這麼整。他這個經濟觀察報說的非常長啊，我們就看看他最後。經濟觀察報說啊，五花八門的自救動作，有部分新 ST 公司在進行資產收購保殼同時，也有新 ST 公司選擇資產剝離，達到同一目的。資產收購什麼意思啊？就我這個是一身的爛泥，對吧？都是窟窿，但是我那邊有個好的，我把它買過來，2個合到一起，我把它吸收了，那我這不就好了嗎？好了，各項指標達到了，那就保殼成功了。那至於你拿什麼錢去收購那個，那可以給人家許下承諾啊，到時候換股啊，這個控制權啊等等。總之啊，還有一個是什麼呢？還有一個是反向的，就是我這個一身爛泥，我把這窟窿剝離出去，不要了，這個一身窟窿啊，讓大股東買走，這我不就乾淨了嗎？大股東為什麼願意呢？因為這個上市公司是他的，上市公司活了之後，他一樣可以賺回來，所以大股東把上市公司的一些這個負債啊，一些亂七八糟的爛賬啊都買走。記者通過萬德統計數據，有15家新 ST 公司2024年淨資產為負，除新 ST 長藥外，新 ST 金科、新 ST 金地、新 ST 金剛等14家新 ST 公司在2025年業績預告中宣布淨資產轉正。你看新 ST 金科那不就是那個破產重整嗎？把債整掉了的淨資產就是真的。淨資產轉正觸及撤銷退市風險警示最關鍵的財務門檻之一。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若上市公司2025年經審計的年報確認不再觸及淨資產為負等終止上市情形，便可申請撤銷新 ST 標識，就是頭上那個標籤給去掉，你就變成個好人了。正常。在五花八門的自救動作中，破產重整是保殼的核心路徑。據不完全統計，2025年有棵樹、文投控股、合利泰等多家上市公司被相關法院受理公司重整、和解和破產清算申請，有4家成功實現脫新，就是破產重整啊。這就是我說的萬科啊，以後也要走這條路，破產重整吧。新 ST 東益在2026年1月22日公告稱，管理層已將4.98億股票約佔公司總股本的52%，由新 ST 東益破產企業財產處置專用賬戶過戶至重整投資人及部分債權人指定的證券賬戶。重整計劃已執行完畢。1月31日，根據新 ST 東益業績預告，該公司2025年預計歸屬母公司股東淨資產7.2億到10.67億。2024年，該公司歸屬母公司股東淨資產是負的11億。它怎麼一下由負的11億變成了正的7億呢？玩的就這種花活。我說這個什麼意思呢？這是經濟觀察報報道，裡面還很多咱就沒必要仔細介紹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有的上市公司你別管它什麼原因導致的，還很有可能它上市就在做假賬。
仗，做着做着做不下去了，它本来就是个壳，啥也不是，对吧？每年讲个新故事，年年亏，那个资产本来是正的，慢慢不就负了吗？净资产就负的，对吧？有的公司它就是讲故事上的市，所以說也沒有什麼主營業務利潤，那講故事的嘛。好，一看今年不行了，要退市，那怎麼辦？勇敢搏一搏，單車變摩托啊，那他什麼手段都用啊，那不就更加做假賬嗎？如果不做假賬，你也是死的，不做假賬你就退市了，做了假賬，如果他發現不了，那你不就僥倖過關了嗎？做了假賬被發現了，那也是個死嗎？這就說明什麼呢？胡適啊，為什麼假賬橫行，財務造假、欺詐，就是這個原因。你想，如果你是一家上市公司老闆，哎，今年一看不行了，要退市，你怎麼辦？閉着眼退市是嗎？你肯定要搏一下，搏一下就是什麼手段都用啊。萬一過了呢？畢竟那麼多人家都過了，對不對？你怎麼就過不了呢？哎，如果被發現了，那就退市唄，反正也是退。如果過了之後再發現，那你錢賺到了，到時候保殼一成功啊，那股票又狂漲，股票一狂漲，你到時候大股東又開始減持，對吧？又套現，一套現完了之後，反正錢轉到國外去了，再被你發現了，你又能怎麼樣嘛？奈我何？能把我怎麼樣？這叫一魚二吃。以前上市的時候已經吃了一回了，這回保殼成功又吃一回啊！有時候咱們監管的原因呢，事後罰，那個罰就相當於罰酒三杯，對吧？是一種變相的鼓勵和縱容，然後加上監管的監督又不全，他年年查，天天查，但是總是有數的。監管他不能每個公司都去查一查，對吧？最好的辦法是引入這個啄木鳥，對吧？你讓大家互相監督，允許做空，對吧？你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人家都在監督你，看你有沒有造假，看你合不合乎邏輯。業內人士啊，對你一撅屁股就知道你這個真的還是假的，因為人家是做這個事的。業內人士啊，對吧？你的毛利率，你的這個業務突然飆升，人家都知道，因為這個行業誰不知道啊？幾個大客戶人家都懂，都明白，都熟，所以你想造假也不容易。我們再看看這個胡錫進老師啊，胡錫進老師今天啊，對這個南京博物院啊這個調查的通報啊，他也做了個評論。胡錫進老師這個評論很有意思啊，給他簡單的說一下，就是我不得不相信，因為他是調查組做出來的通報。胡錫進說啊，看了南博事件調查通報，如我個人之前想的不太一樣，但我相信江蘇省調查組這份通報的真實性。你看這叫主動，叫看齊意識啊，對吧？這個胡錫進老師這素質是有的啊，雖然他自己不這麼想的，他以前分析也不是這麼分析的，但是現在你看調查組的結論一出啊，那就以調查組的結論為準，這叫素質。關鍵胡錫進老師又畫蛇添足啊，也這個高級黑了一把。他說啊，我想象不出來，除了相信調查組下了如此大力氣梳理出這些線索和結論，我還能相信什麼？我在這個上一個節目裡面已經分析過了啊，這個南京博物院那個叫舒呼平，他有什麼問題我不知道，對吧？因為這個最後調查組結論還沒出嘛，他還有其他的問題，貪污受賄之類的啊，中飽私囊。但是就在這個江南春這幅畫上面，我倒是覺得舒呼平沒啥問題，他就是個背鍋的，誰趕上他倒霉，對吧？要麼就是舒呼平啊跟那個女的保管員有一腿，是吧？有一腿嘛，那就故意的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吧？讓你佔點便宜，你去處理，假裝不知道。這種事以前，對吧？多的是啊，這麼個小的這個贗品，這當時啊，在舒呼平看來恐怕不值得他出手，畢竟你自己吃肉也得允許手下人去喝點湯嘛，不就這意思嗎？不過胡錫進老師的老朋友古巴這回真攤上大事了啊，胡錫進老師又不去聲援古巴呀，那老朋友越來越少了嘛。古巴的航空燃油耗盡，全國石油儲備不足10天。據古巴哈瓦那國際機場發布的官方文件，哈瓦那機場航空煤油將耗盡，自2026年2月10日起，各國飛機將無法在該機場加油。多年來，古巴石油高度依賴進口，其中墨西哥佔進口總量的44%，委內瑞拉33%，俄羅斯10%。上月初，美國對委內瑞拉展開軍事行動後，來自委內瑞拉的石油供應被切斷。1月29日，特朗普威脅對古巴供油國加徵關稅，受此影響，墨西哥也暫緩對古巴的石油供應。石油進口量的銳減，使得當前古巴全國石油儲備不足10天。什麼意思呢？那你以後啊，國際航班你要飛到古巴，不好意思，你叫有來無回，你來了之後沒油給你加，所以說你自己估摸一下啊，飛來之後還能不能飛得回去？所以說啊，這個媒體報道，莫斯科一個飛往古巴的航班，已經上了飛機的乘客們被通知下飛機，因為來自古巴民航局的通知，古巴已經無法給飛機提供返航的航空燃料。古巴航空部門已通知，從2026年2月10日起至3月11日這一個月啊，哈瓦那等9個主要機場將無法為外國航空公司提供燃料。現在要去古巴，只能
經由牙買加或多米尼加，這些地方近呢。美國有少许航班，主要为探亲的人提供方便。这些飞机去古巴都得自带往返燃料，自带干粮啊！你说说，那这样的话，古巴还能扛多久呢？这真是一掐脖子就翻白眼呐！2月10日，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表示啊，俄羅斯認為古巴和委內瑞拉人民應自行決定其命運，並表達了對他們的支持。他在外交官日啊，是個節日啊，發表的視頻講話中指出，俄羅斯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發展關係重點仍然是抵制從單邊強制措施到軍事干預的新殖民主義行徑。確實啊，俄羅斯就看不慣這種行為，這種單邊強制措施啊，還有這種新殖民主義行徑，太費事。你喜歡你就直接搶就行了嗎？你淨搞那些亂七八糟的幹啥？對吧？這是俄羅斯人的這個意思啊。你喜歡你就讓人家公投，你就要發動軍事特別軍事行動，光明正大，對不對？你搞那些小動作幹啥？拉夫羅夫強調啊，在此背景下，我們重申支持委內瑞拉和古巴的人民，我們堅信只有他們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沒毛病，讓他們投票加入俄羅斯公投嗎？這個俄羅斯人啊，也是口惠而實不至，嘴上喊着支持委內瑞拉，支持古巴，那也不給人家送點油過去，送油估計不讓啊。人家這個美國的這些海軍對吧，在那圍着呢。我看那個媒體報道啊，那個美國的海軍就像瘋狗一樣的，你知道吧？從那個什麼大西洋啊，還追到印度洋，就追一隻船呢，追一隻遊輪，至於嗎？犯得着嗎？我看了一下啊，好像是這個美國截獲另一艘俄羅斯影子船隊遊輪。據五角大樓稱啊，遊輪阿奎拉2號違反了特朗普在加勒比海地區對受制裁船隻實施的隔離規定。也就是說啊，這艘船呢，在加勒比海開始一直追到哪兒呢？追到了印度洋啊！該船試圖逃離美國當局的追捕，美軍從加勒比海一路追至印度洋，真像瘋狗一樣的，不辭辛勞啊，雖遠必追。那你說這個正義聯盟老大想給這個正義聯盟的成員送點油，那是多難呢？怎麼送呢？這個正義聯盟看着要瓦解了啊，成員越來越少了嘛。胡錦老師的老朋友對吧？一個個的扛不住啊，這個一掐脖子就斷油。還有一個伊朗還在那受煎熬，胡錦老師也不管他老朋友的死活啊。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